当咱倒来伫圣殿的中间，咱就知影，咱一生活的是为着要来敬拜主耶稣。阿门。哈利路亚！咱大声请甲团带咱来吟。目睭，予我为看见，你应要美妙吸引我心，开我的耳角，予我为听见，你话有予我更较爱你。咱做伙来吟。主，我爱你，因为伊爱徛伫你的圣殿，一生来敬拜你。阿门。